講個41.9啊，有一擺，一隻故事嘅老朋友名做加沙巴，阿吉拉格來到馬吉加山啦。這邊歸水歸粒啦。古印度啊，有種種嘅這個修行者啦，為呢一對牛嘅款啦，去食草，去行那個牛，用手用腳行那個牛，困那個牛，為呢一對狗啦，這個為一對狗，為一對這個牛啊咪了為呢係食無相嘅物件啦，為食菜，為食果子呢，為咩了為呢無穿衫無穿褲啦，這個無穿衫無穿褲呀，有三派啦，一個名做阿吉瓦加嘅派啦，嗰一個名做尼甘達也是 James 第三個呢名做阿吉拉格。阿吉拉格，所以咱下古咱這個印度人愛幾百年愛來亞洲成立咪至轉來所以咱嘅馬來語巴沙馬來西亞馬來語嘅話，用真正是印度嘅話啦，巴利嘅話本有用啦。那個講咱講這個馬來語嘅話，咱講蘇加、盧加、那瑪、魯巴、布米，這個料是印度嘅話嚟。所以咱還如果有聽到還講吉拉格鳥人吉拉格鳥人所以呢這邊來啦，因為伊人無穿衫無穿褲所以人講吉拉格嘅人這裡所以咱等人本隊咱等人本講吉拉格啦所以這邊伊人嘅派叫做阿吉拉格嘅人啦。了這個故事聽到了幾歲啦，每好無下面了接落一邊啦，這是一個老朋友啦。這個故事每這個加沙巴阿吉拉格啦你出嘅有偌久了，問題加沙巴了加沙巴因我出嘅有30年作了故事，了這個故事個每啦，這個30年內面問題你有談到蝦米超過凡夫嘅境界無？蝦米聖人嘅地位較見無？加沙巴講，這個30年內面我出嘅我唔捌談到蝦米超過凡夫嘅境界，蝦米聖人嘅地位較見故事，無蝦米貴呢，加干掃塗骹呢這邊我歸水歸粒這個故事每啦30年內面你出嘅修行你談到蝦米超過凡夫嘅境界無啦？這個超過凡夫嘅境界嘅意思就是講那講平常人無談到嘅啦，那個講禪談到這個禪嘅定力還是無談到這個入這個道了啦，談到道還是談到果了啦這個聖人嘅道還是聖人嘅果啦，還是無談到蝦米神通蝦米無啦了個每你有這個聖人嘅地位較見無啦聖人嘅地位就是講伊地位那個聖人較見是這個見是看到明明這個那個聖人看到安尼款了解了啦了伊講無啦30年內面無談到蝦米啦，伊講干貴呢，什麼是貴呢？伊底面啲皮嘅頭無搭啦，了一底是身軀個了無淨衫，所以底面較一底個了貴呢啦了個伊個講加干掃塗骹呢，咁所以講干掃塗骹呢，因為伊無穿衫無穿褲伊人修行者下久那個伊無住佇厝內面伊住佇巴住佇路蝦米所以伊自己伊逐擺你坐落去，你就坐落塗骹伊無穿衫無穿褲坐落去塗骹你一巴拄驚拄到迄個嘴嘛疼咯，所以行到路本好伊就要舉一個洗這個掃塗骹的這個草酒這個草酒洗草酒去到路本舉這個洗草酒，伊要困佇塗骹伊等就要掃再刷再巴肚驚走伊個會困啦要坐路本一樣，所以規日伊坐幾擺伊就要掃幾擺啦，所以去到路本就要舉草酒驚啦所以講干掃塗骹爾伊講了聽到了呢這個故事講啦奇怪，無想到講咱的佛法安尼好一句，安怎30年作一個人唔捌談到蝦米超過凡夫的境界，蝦米聖人的地位較見，無蝦米貴呢，加干掃塗骹呢加沙巴一拉甲梅對但是故事你做到地偌久了，
จิตตกุสุ講，我bản地本做到第30年作了，加薩巴古梅，但是啲這裡30年作裏邊故事，你有談到蝦米超過凡夫嘅境界無？蝦米聖人嘅智慧甲見無？จิตตกุสุ因啊，按照無你bản地，第四我愛bản地。離開惡果，離開惡嘅境界，我會入第一線。第四我愛bản地，我會入第二線。第四我愛bản地，我會入第三線。第四我愛bản地，我會入第四線。bản地若是我去較早過時陣，無講奇怪，若是時陣講，無蝦米物件北จิตตกุสุ會做伊再出世啲人間了。伊嘅意思就是講啊，若是伊死較早過佛啦，無講奇怪啦，若是佛講啊，伊未出世啲就嚟人間了啦。伊意思就是講，伊是三個嘅人啦，伊出世三個嘅人出世啲就嚟四線嘅天啦，四線嘅天，伊人就變大了，伊人就入團啦。聽到了個掃打阿吉拉卡，就甲จิตตกุสุ講啦，奇怪啊，無想到講佛法安尼好就過。按怎一個在嘅人穿白衫嘅，會談到超過凡夫嘅境界，聖人嘅智慧甲見。故事我會談對這個法律出家無，我會談修大戒無。伊講伊會對，因為看伊會對佛教出家無啦。安尼จิตตกุสุ就帶加薩巴去推幾個長老比丘。了解伊人講，bản地這裡是加薩巴阿吉拉卡，我人嘅老朋友，請bản地和這個人出家，請bản地和伊修大戒，我呢就盡量支持伊甲寫只大位甲約。所以加薩巴阿吉拉卡談對法律出家，談修大戒，出家了加薩巴全家是人大，離開人豁啦修行。過了無偌久，伊談到生成嘅目標，出家嘅第一關嘅目標，所以伊只是家己了解，家己明白，輪迴滅了，生成嘅生活過了，做了這個工，無再來了。加薩巴尊者所變過一個路線，這個經嘅意思啊，就是講啊，咱若是對這個錯嘅路啊，對無少嘅路修行啊。規世啊，本未談到蝦米啊，幾年啦，那個伊講啦，無意思啦，然後就嚟在嘅人啊，伊無出家，無食苦本啊，大啲厝，伊本會談啊，那是一對正嘅法啦，所以咱若是要修行啊，真係要緊啊，咱對正嘅法修啦，如無對正嘅法修，你30年本無談蝦米啊，即係經過咱個會很少明明啊，即在嘅人啲佛會點聲，伊人。